伫碉堡食火锅，食啥物毋是重点，因为一大群来自台湾南北二路、学历经历拢无相共的少年人看重的，是有缘相逢，并且互相帮衬的机缘甲情感。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这礼拜应该是今年寒人上冷的一段时间。天气冷，爱食寡烧的物件，需要淡薄仔酒，甲一群朋友斗阵的温暖。所以，别下天气冷，都无张甜，会想到火锅。想到这两字字面上遐尼直接的温度，嘛想到透过烧烧的水烟，看到一群朋友酒啉甲面红红、喙笑目笑的模样。也佫有伫迄个完全放松、无束缚的场合，可能会出现的一寡话病甲心事。细汉的时，若像家家户户拢有一卡生做同款的火锅，尖圆形、阿鲁米做的，有长长的颔棍，下面开一个炉喙。这项物件平常时真较利用，通常拢是要等到二九暝迄天，才会出现伫饭桌顶。毋过，伊和桌仔骹的细卡烘炉同款，若像拢是为着围炉这两字所设的形式，甲规桌顶青草的菜比起来，对其他人无啥物实际去引力，总是感觉迄应该算是大人的食物，毋是阮的。无毋对，迄确实是大人的。容易哦，容易，来，请坐。歹势呢，哦，可啊煞无闲。袂啦，大家做伙食饭，闹热，安尼毋才有先过年。对啦。规个过年天公的休困时，饭桌顶的火锅哪像一直咧庆水烟，亲像总是有人会行入来处理，围伫桌仔边坐。桌顶除了太白酒，也是红卤酒，也有迄卡火锅以外，哪像嘛免什么特别的菜。来先啉茶啦。哦，这种天下烧茶上赞。恁先啉茶，火锅咧要滚啊，坐一下念伊好。免赶，
豆豆来就好。来来来，啉茶啉茶。好好好。便仔人起来，阿母通常拢先天烧茶互啉，刷入去灶骹，甲烧甲红记记的火炭下伫火锅下面，顶面的槽搁添一罐一直放伫灶顶保温的肉汤，刷入去用夹刀甲大鱿鱼夹做长长一片一片，停候火锅的汤滚了后下落去，就会使上桌啊。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哦！哦，恁两个真够扎时间呢，火锅拄好滚呢。嘿啊，着搁讲，看恁灶骹的烟筒讲咧舞青烟，就知影。哦，当时啊，你拢咧偷上阮兜的烟筒讲哦，无怪，见若煮饭色，你拢知影通来。知就好。来哦，烧哦！哦，看到这鼎火锅，规个人拢烧起来啊！这过年一定爱有的啊，对无？来来来，王啊，倒烧酒。好，我来。来哦，免细意。来，同齐用，同齐用。柯阿嫂，莫无闲啊，同齐来食啦。你先用，我连你来啦。火锅一个上桌，大人就开始添酒，所以厝内规间就拢是酒和酸奶的气味。随画饼的改变，豆豆就闻到鱿鱼和内肉的香气，亲像因慢慢对控股的景致歹，讲到虽然走得已经沉底，也是暗藏起来的青春。时间得过实在真紧，你看，柯仔打来的时不过1、20岁的少年家，即马已经是4、5个囡仔的老爸啊。有影呢，迄年我对家己来北部的时，才17岁尔。遐人讲九份啊，遮有金仔角通学，讲遮外劳月拄外劳月。较早九份啊有影老月，迄暗时啊规条街是光影影。无似台北的一条通哦，向拢是惊讲3更散4更富5更就起大厝啦。啊，目一个呢20等过去啊，要我40啊，也无学甲半块金仔角。那会无学着，拢学头家啊。安尼讲嘛有影。你安尼讲，人头家嘛得爱，讲9分仔的金仔学甲要搭。过一站啊，恐惊爱疯起来啊！哦，啊，先莫想遐济啦，时到才来烦恼啦。来啦，啉啦！来，啉！因讲到当年离开故乡，弯弯弯弯来到矿山的过程，讲到当年出征去海外，上尾伫马来西亚的树林内面四界逃亡的经历，也是做伙怀念一个伫灾变当中过身的朋友在生时阵的踏踏滴滴。木啊，嘛死要几10冬啊吼！有哦，迄年我拄生第3个，即马都已经国校3年啊。我上毋甘啦。无也是我咧南洋做兵熟悉，美国啊登陆的时，阮2个人秘入去山林过外月，死无去，做伙转来呢。毋才会烧酒来9分仔入空，谁知影伊遐歹运，囡仔大汉得要好命，煞互落盘地死啊！
来，送落去。哦，我会记得打来交婚那时，有影闹咧，别项莫讲，干那酒店就几十张的哦。你拢专门咧行酒店哦？无哪会遐清楚？无啦，我是听顺吉啊讲的啦。什么听我讲的？哦，你哪会遮清楚？冤枉哦！你毋通听王后白讲。喂，毋通安尼相害吼！将会正时，等下害人翁仔某烧冤家，看要安怎？讲算笑的啦，顺吉啊，咱真上标准的，伊若会知过哦，咱规庄的查甫人拢带细姨啊啦。讲甲你迄支喙吼，讲笑啦，无讲就无通笑。对啦。来，啉一个。来。阿母时不时伫灶骹出入，加汤添火炭，也是煎一碗菜头粿、发粿做点心。这款的情景甲气氛，也佮有外面的小雨甲蒙雾，一直是我放袂记一个时代记忆。咸菜是当时遐个查甫人的面容、穿插，亲像油蒙的豆碗、宽宽的西装外套，气味足重的头毛油，洗到足整齐海橄榄头。真自然表现出来无咧暗藏的情感，也佮有因无张甜讲出嘴的故事。无论对当时也是即阵的我来讲，拢是大自然黄花的色彩，并且已经是字啊渐渐消失，也是互人放袂记一个历史啊。若讲到阮以前的青春，对现主时的少年人来讲，咸菜嘛是同款安尼啊。风云西山河动，望不见君生师兄。壮士是尽忠，剑戈天马，百战沙场，安内攘外作先锋，纵横扫荡，复兴中华，所向无敌立大功。1973年，我从分发去金门做兵，一直到1975年年初才返来台湾。伫迄粒岛度过2个寒天，金门的寒天又搁冷又搁大，毋过规年冬天拢淡糊糊的咸坑甲碉堡，颠倒伫即款季节，才有才调脱离迄种满世界的水气，亲像阿兵哥咧讲的，总算有成人大的所在啊。迄时，两岸还阁互相咧炮击，单打相不打。便若单号即天的暗点名，拢提早到6点半。名点线就是家己的时间啊。只要过灯工早点名的时爬起来，基本上无人管你几点困，也是暗时啊咧做啥物代志。尤其是对阮即阵无住咸坑，住伫太武山顶，虽然藏伫花岗石棚内面独立碉堡的业务师来讲。大号的暗暝就袂输休假共款，是迄当时完全无等于台湾休假福利的阮一种勉强的补偿。
哦，真好，啉啦！来来来。冷风吹到，互人细细阵的季节，当落锁的暗暝，火锅、烧酒甲画虎烂，也就是天南地北乌白钻，是上好的陪伴。哦，感谢万恶的共匪啊，互咱有机会踮遮啉酒画生。感谢英明的政府，互我有机会来外岛体验人生。另外要感谢啥？感谢天公伯啊，互我抽到金马奖，才有机会伫遮甲大家结缘啊。真诶啊假诶安尼？你抽到金门诶时，毋是脚啊牙拢歪去？迄是迄阵哦，少年毋捌代志。甲你熟悉了后，我才知影友情诶可贵。干，你真正咬回好难。恁啊！碉堡内面煮食唯一的家私是兄滚水利用传统式的臭油炉，面桶当然就摕来做围啊。碉堡火锅无啥物固定的形式，上简单的煮法是一面桶的清水倒一两罐三文鱼做汤头，刷入去看人数，落几包泡面落去，上尾则佮甲暗顿剩的菜揽入去，就是这么简单。到当又佮互我少年的一摆澎湃青草的火锅，是翻赏一位老兵退伍的征战。有人叫菜买一大堆金门寒人生产的一种金马回来，嘛有人出钱买军中的猪肉罐。来哦来哦，遮的金马拢昆山啊招待庆祝平安退伍。啊，遮的猪肉罐头吼是大头啊出钱买，下暗大家食免惊哈。哦，赞啊！迄暗，阮甲猪肉罐倒入去清水内面做汤头，选入去下面，先选甲一堆金马弹落去，看因伫面桶内面慢慢啊变红的时阵，碉堡内面充满足重的肉味甲金马的香气。即较好料的，若下锅冬蚵啊，也搁较好。啊！迄个新来的阿中哦，有伫碉堡边仔种冬蚵啊，拄好会使捌啊。紧，去烤干来煮。所以过无偌久，一大堆连洗都无洗的冬蚵啊，已经淋落去迄顶杂菜火锅内面啊。猪肉、金马、泡面的料理包，加现版的冬蚵啊，迄暗大家食到忙酥酥，上尾哪像连和老兵告别的话都无时间通讲，因为所有人的嘴差不多拢伫咧无用数金啊。迄种时阵，火锅内面是啥，其实一点仔都无重要。一段阵来自台湾各地。学历甲经历拢无共的少年人看重的，哪像是这种有缘相逢，并且会使互相帮衬的机缘甲情感。在挺效火力无介强的臭油炉，甲物件煮熟的过程中，嘛有可能是乌梅酒和五加皮啉落去了后，小可茫茫的缘故。所有人强要拢无秘密，也拢无迄个袂当讲的话病。对各种无共行业的简单介绍，甲养成的历程，
讲到恋爱经过，也佫有奇奇怪怪的性经验，嘛对车业的学生时代，讲甲落水的家学生活，以及虽然对未来计划期待，也佫有对爱人啊山明海誓的实现。即马想起来，迄拢是完全无暗藏的心内话，嘛拢是课本以外的常识知识，甚至是经历有限的家己，也无才调理解的生命故事。一个记节，伫即款寒人，一个小小的插曲。ยัง唔够好料通食。哦，即摆是谁要退伍？即摆无人退伍，是司令部的进政署讲要请的。吼，无底看，迄颗平常时都毋捌咧行骹到，哪会无张无弛，讲要请人？有一天，有一个平常时和你甲阮相交参的进政司，无张无弛，主动传一寡火锅料来到阮定定做伙煮食的调补。是安尼啦，司令部只是讲要伫咱营区附近迄个大石头顶面写会当鼓舞士气的标语。我提议几啊摆拢互拍枪，毋则会想讲来找恁即几个较有想法的人，替我想一下，我通好交差的。这就是请阮食即顿火锅的目的。哦，无问题啦，小可代志。阮等下就想一个，互你永暗早转去交差。安尼上好，感恩感恩。火锅食了，酒嘛啉了，毋过所有人脑筋嘛钝去啊！一直到上尾时，阮公认上有才情的大专兵阿姨啊，才勉强想出一个。伊讲是几当前伫一本册内面看到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一位德国兵仔写的日志内面的一句话。尾手一嘴茫茫，歪歪错错，写好交互进政司。想袂到，司令部阁真正采用，所以阮又阁趁到一摊火锅的奖励。一个月后，长看超过20公尺的漂语完工啊，嘛验收啊。毋过，当大家咧学老阿姨啊，讲伊竟然有才调想出遮尔特别的漂语的时，伊拢哪会手哪闪，哪像毋知咧秘啥。后来有一天。当我认真读一句大家强要逐工拢看会到的标语的时，才发现阿姨啊一直毋敢接受这份阳光的原因。原来迄天伊有影酒醉啊，因为伊甲其中2个字写一个颠倒饼啊。
经过40档后，我还会记起迄句用足大的字体写伫石壁顶悬的标语是安尼讲的：各位同胞，伫对着的后尾岛插入去恁的胸坎进前，阮拢是安全的。你应该听有是倒位啊出问题啊吼？毋过嘛无重要啊。迄个标语总讲后来无改，40档后的即阵，应该早就已经无去认袂出来啊。啊，若讲到对的，到底是啥？因又搁是伫倒位咧？风云西山河动，望不见君生师兄。革命壮士是精忠，剑戈天马，百战沙场，安内攘外作先锋。今仔日的广播剧，伫萧恩甲周正军架当中的真情甲友谊，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老爸郭仲坤演出，老母林培英演出，伯啊林依玲演出，妈李秀荣演出，侄啊张国伟演出，姨啊杨派玲演出。阿兵哥关凯欣、林玉世、李凤静演出，政战士邱家元演出，阿姨啊王家仁演出。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王家仁，图念邱家元。桂花巷是吴念真先生为同名电影所写的主题曲，捌摕到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电影插曲的殊荣。内容主要是写女人的一生、世界流浪，伫面对艰苦困难的命运考验下，就算讲无法度得到真爱，满身伤痕，犹原展现伊的坚强。虽望伊选择甲命运和解，却嘛同时活出家己的精彩。透过主唱潘华芬的演唱，互咱除了心疼以外，嘛会去同理当着这款遭遇的女性，更加配合因挑战甲对抗生活逆境的勇气甲毅力。桂花巷上特别的是，每一句歌词拢是用7个字写的，加上以5声音阶为主的旋律，还佫有伫编曲的时阵用着大量的中国式的乐器来演奏，逐摆听起来
拢亲像咧吟唱古诗，共款遐尼啊典雅。这是台语流行歌曲较少看到的创作方式甲作品。毋过，吴念真先生的另外一首《戏马卡》，伊的歌词嘛共款是用7字一句所写的。《戏马卡》是吴念真先生摕到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作品。歌词写的是透过戏内戏外、台顶台骹、虚构、现实种种的比对，凸显当一个人分袂清家己现处时伫人生所扮演的角色是真也是假的迄种残酷甲悲哀。咱人敢若定定会伫即个情景，家己煞毋知影。假在有即首作品会当提醒咱着爱认捌家己、了解家己、面对家己，阁会当接受家己、肯定家己，对每一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见若听到戏马卡的时，咱拢爱好好啊反省思考一下。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咱有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同款非常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的单元。第一位介绍的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第二位是咱台文系萧燕轩，燕轩你好。大家好，我是燕轩。第三位同款是咱台文系张廖嘉欣，嘉欣你好。大家好，我是嘉欣。好，欢迎3位同学来挑战。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歌册学会前理事长萧丁春老师，萧老师你好。大家青春少年兄好。好，感谢萧老师透过网络甲咱连线。另外，有2位提供台语翻译的台语老师哈，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还有一位是咱台湾家事咪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所以，咱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想到隔着蒸腾的热烟，所看见的朋友笑逐颜开，酒酣耳热的样子。想到隔着蒸腾的热烟，所看见的朋友笑逐颜开，酒酣耳热的样子。请讨论1分钟。你看到的小恩，没关系，没关系。所看到的一阵朋友，笑容就欢喜，笑花头喜面，笑甲花头喜面，啉酒啉甲耳孔拢红，耳孔拢变红。笑着过个庆小恩所看到的一阵朋友，笑甲花头喜面，啉酒啉甲耳孔拢变红的模样。哦，听起来讲得真好，来请萧老师指导。那个庆管
算真水吼。朋友会使讲一群，一斤嘛是会使，一斤嘛是会使。恁拄食到迄个酒酣耳热的样子，酒酣耳热，伊讲花头喜面啉酒啉甲长爽快的款，嘛是真水吼。好，感谢肖老师的说明。再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先来听陈芳辉老师。想到进前捌伫庆小宴的情景，看到的一阵朋友花头喜面、啉酒讲笑的状况。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大家同齐咧食火锅的时，迄宴唱起来，朋友坐伫对面，看起来略雾雾，是我记伫年的模样。一阵朋友哪食哪开讲，大家不时笑哩哩，迄话烧烫烫，酒阁灌落，若身躯心肝头嘛愈来愈烧了。好，无共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送入去第二个题目。上头的凹槽填入一直放在灶头保温的肉汤。上头的凹槽填入一直放在灶头保温的肉汤。顶头的凹槽填入一直放伫灶头保温的肉汤。这样吗？这敢若较简单。顶头的猫落去，会填入一直放伫灶头保温的肉汤。凹槽袂使。我想应该无啥人听有。来，肖老师请记得。咱是讲碰甲奶，奶碰甲奶。哦，奶，捌听过吧？巴肚碰，还是巴肚奶。奶组。哦，奶组，捺听过无？无，第一个听到。哦。迄个奶座天入一直放伫灶头保温，咁保温足听到啊！会使直接讲保温的肉汤，即句应该对因来讲无介困难哈。好，多谢肖老师的说明哈。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来听陈芳辉老师。顶头的蜡槽填入一直放伫灶头保温的肉汤。好，再来是吴希美老师。迄肉汤拢会先放踮灶头，莫互冷去，等才为锅顶面的槽甲添落。好，讲法无啥共款吼，互咱可能后面甲同学做参考。送入去第三个题目。他们的谈话慢慢从矿区的不景气进入到大人们早已沉淀或隐藏的各自的青春。好，这句是非常文学性的描写，要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因的谈话慢慢对矿区会无景气，进入到大人因早已经早着沉落去，或者是因的单位慢慢对矿区的无景气进入到大人因早着沉落去，或者是藏起来因家己的青春。好，唔免几分钟。好，来，肖老师请记得。不景气，讲无景气，就华语。景气歹，哦，景气。会较水势啊！进入到大人因早的沉淀、彻底。捌听过无？无呢，彻底。OK。彻底还是彻清？彻什么？彻清。迄个古早拢食古井水，若古井水就爱个放在红缸、水缸，互伊彻底，迄垃圾啊，沉落下底，
安尼才袂食着迄垃圾仔。因的谈话慢慢对矿区的景气歹，进入到大人因早着找底，也是稳重的水人的青春。好，多谢肖老师的详细说明。好，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咱来听陈芳辉老师。因的开讲，云啊对炭坑的无景气，进入到大人早着坐清，也是暗藏的个人的青春。好，陈老师是甲沉淀翻做坐清，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时代本正在讲做炭矿的，即马歹饲草，豆豆啊，搁细为别层代志去。即马在讲因古早少年时的记忆，迄藏伫心肝底，收藏伫拄仔内的，总也出来咧讲。好，希美老师是甲沉淀这两字用较无共的讲法吼来甲表现出来。啊，肖老师有要做补充哈？迄个矿区甲炭坑吼，较无共的所在。炭坑就是入去伫迄个坑内底，啊，若矿区是规区啦，包含较宽啊，就是讲矿区是包含较宽，所以矿区我无甲换做炭坑，你咱敢知影？咧乌炭诶，迄个坑道叫做炭坑。啊，矿区就是规条山，范围较宽就对啊，哈，较宽。好，好，感谢老师补充说明。顺利去来进行咱今仔日第4个题目。碉堡火锅毫无章法可言。碉堡火锅毫无章法可言。火锅，碉堡火锅，毫无，无，碉堡火锅根本就无伊的道理，会当讲。好，这句毫无章法，反正无道理哈，安尼咁好势，请肖老师来指导。这毫无章法可言，我是讲，拢无步数，甲规矩步数，步数就少会当。章法足歹翻译的，按你家己意思就好。好，多谢肖老师，所以起来听陈芳辉老师的讲法。碉堡火锅无啥道理通讲。芳辉老师甲咱同学的讲法同款，无啥道理哈。好，所以去吴希美老师。迄种类火锅是介意食啥就食啥，无啥物规矩。好，希美老师是讲无啥物规矩安尼哈。好，互咱可能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所以去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有缘相逢，并且可以相濡以沫的机遇和情感。有缘相逢，并且可以相濡以沫的机遇和情感。我来请讨论相有缘来相会，有缘啊，有缘相会，而且会当相濡以沫变做真好的相濡以沫是。相会，而且当出生入死的机遇、甲情感。请肖老师指导。歹读的是相濡以沫，沫就是口沫无非取暖哦，简单讲，取暖。以反正台语就是讲用取暖。啊，相濡，湿暖，淡湿。咱知影，迄人啊打扫，会喙会闭，啊，所以讲我是几句啊，反正讲，迄个有缘还是无，还是有缘。恁听一首，迄个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哦，啊，就知影，咱台语讲。有缘较济，有缘相逢，并且也好，而且也好，而且甲并且应该是拢会通。啊，通用喙暖，我搁讲一遍，
并且通用喙烂互相湿润的语言，甲情感。语是一种语言，甲情感。反正语言较水啦。好，咱来听看卖陈宏伟老师的讲法。有缘做伙，阁有会当互相了解、欣赏的机会甲感情。好，阁来吴希美老师。因要义的是有缘通斗阵，有困难通相经。这款感情甲缘分，毋是世界拢有的。好，上回参考啊哈。好，咱上尾时间刚好肖老师哈，针对今仔日同学表现来甲咱讲评一下。翻译是一种艺术。咱讲通译也好，较早是讲通译，即摆讲翻译。通译就是甲无共款的语言换做咱的语言来讲，即款的通译无简单，因为无共的族群所讲的词本来就无共，因无共的所在，咱要安怎甲互伊肉算算，就是讲互伊肉，个袂走精去。这爱看个人的语感。好，非常感谢肖老师现场的指导，也有今仔日参加咱这个单元的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多谢，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老母的林培英。今仔日的节目听煞。毋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上咱们客电台详细了解。迄年我对家己来北部的时，家己来北部，家己来北部是一句袂当断伫咧遮。迄年我对家己来北部的时，有影咧。迄年我对家己来北部的时，这记好办好诶。哦。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秘密》，欢迎准时收听。较早到云仔有影闹热，迄暗时啊，规条街是光影影，袂输台北的一条街，无输，一条通哦，一条通，一条通。
会记得，打来交婚仔时有影闹热，别项莫讲，打敢若酒店哦，干那酒，干那。讲算笑的啦，顺节啊，咱装上标准的，因爱比哥吼，咱规庄的查某人拢娶细姨的啦，最细姨啊啦。